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師奶仔賽馬頻道，我係師奶仔。嚟緊星期日，沙田有11場草地嘅黃昏賽馬賽事，第一場下晝4點就開跑啦。而家即刻同大家講下我每場嘅初選心水，準備好未？第一場4班1000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咧5隻馬。第一匹係韋達配潘頓嘅8號將傲，第二匹係姚本輝配袁幸堯嘅5號極速神影，第三匹係羅富全配梁家俊嘅12號海船王者，第四匹係大衛希斯配艾杜拿嘅7號智力之城，第五匹係沈集成配潘明輝嘅4號大丞相。第二場5班1004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鄭俊偉配何澤堯嘅13號添喜運，第二匹係毛偉傑配梁家俊嘅11號快樂老窩，第三匹係方家柏配莫雷拉嘅2號順線寶，第四匹係蘇偉賢配楊明倫嘅4號多彩多姿，第五匹係姚本輝配潘頓嘅9號東方寶寶。第三場4班1002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姚本輝配袁幸堯嘅1號包裝名將，第二匹係黎招星配楊明倫嘅9號金創福威，第三匹係尤達榮配潘頓嘅5號長勝英駒，第四匹係呂健威配何澤堯嘅10號快樂共濟，第五匹係廖康銘配艾少禮嘅13號元好運。第四場4班1002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毛偉傑配梁家俊嘅2號超和平，第二匹係廖康銘配潘頓嘅3號女神，第三匹係尤達榮配周俊樂嘅11號馬鳳凰，第四匹係韋達配艾杜拿嘅7號熱氣球，第五匹係賀賢配潘明輝嘅13號勤德佳備。第五場4班1006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葉楚航配艾少禮嘅12號好運年，第二匹係方家柏配莫雷拉嘅2號心心星，第三匹係沈集成配潘頓嘅4號包裝戰士，第四匹係羅富全配梁家俊嘅1號百天財星，第五匹係呂健威配周俊樂嘅5號雙星報喜。第六場4班1004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大衛希斯配艾少禮嘅5號幸福約定，第二匹係廖康銘配周俊樂嘅8號康昌之星，第三匹係賀賢配黃寶妮嘅12號飛躍成就，第四匹係丁冠豪配潘頓嘅3號金快飛飛，第五匹係蔡約翰配艾杜拿嘅10號豐功偉績。第七場呢場係精英杯嘅3級賽1004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韋達配巴道嘅10號偉金主，第二匹係丁冠豪配潘頓嘅6號小鳥天堂，第三匹係告東尼配莫雷拉嘅9號時時歡聲，第四匹係蔡約翰配艾杜拿嘅2號精算暴雪，第五匹係呂健威配布文嘅4號合夥奔馳。第八場3班2000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大衛希斯配潘頓嘅11號紫荊拼搏，第二匹係蔡約翰配艾少禮嘅5號安帝，第三匹係姚本輝配毛顯東嘅7號勁大威猛，第四匹係蘇偉賢配何澤堯嘅8號彭才，第五匹係告東尼配巴道嘅3號右龍穿風。第九場呢場係精英碟嘅3級賽1800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告東尼配蔡明少嘅8號君子傳承，第二匹係尤達榮配艾少禮嘅7號銀亮奔騰，第三匹係蔡約翰配田泰安嘅10號海上大軍，第四匹係尤達榮配周俊樂嘅3號光年魅力，第五匹係伍鵬志配潘明輝嘅12號嘉應傳承。第10場3班1002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。第一匹係方家柏配莫雷拉嘅6號正本堂心，第二匹係蔡約翰配奧爾文嘅1號跨境寶馬，第三匹係黎超星配潘頓嘅7號有備而戰，
第四匹係沈集成配潘明輝嘅13號包裝天王，第五匹係伍鵬志配艾少禮嘅5號勇者為王。第11場3班1400米草地賽事，初步我揀咗呢5隻馬，第一匹係蔡約翰配潘頓嘅11號鴻運光輝，第二匹係黎超星配奧爾文嘅3號冷蛙，第三匹係葉楚航配何澤堯嘅6號亨企，第四匹係羅富全配梁家俊嘅2號大眾福星，第五匹係呂健威配周俊樂嘅1號閃耀天河。好啦，又嚟到尾聲啦，首先多謝大家收聽支持。我師奶仔每個賽馬日前都會同各位街坊見2次面，第一次係排位日未出賠率嘅時候揾4至5隻範圍馬，第二次就係賽前一日揀1隻馬膽、3隻配腳同2匹喺當時仲係大過10賠嘅冷馬，俾大家參考下。所以2條片都唔好錯過。喺度再次多謝晒各位街坊撐場，我師奶仔祝大家每日都開開心心，工作順順利利，最緊要身體健康。如果大家中意師奶仔嘅頻道 ，like 一 like，share 俾你一齊玩馬嘅 friend， 開心 share， 未撳掣嘅快啲 subscribe， 下次跑馬仔第一時間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